繼續嘛是台北市的消息，有一台航空巴士，昨晡仔4點外駛到基隆路汽機車混合道的入口，無注意到限制關道2公尺的設施，就直接甲駛過去，結果車掛互磅空卸掉，加在當時車頂無載人客。頂懸限制關道的管的袂輸的海千秋，海來海去，駕駛小可丟毒，不過航空巴士敢若是無警覺，繼續向前。砰一聲，航空巴士車頂互卸一塊落落來，碎片是三更半四過，後壁駕駛趕緊停落來，一聲嗨呀，航空巴士是進退兩難。你不要走在裡，輪胎會破掉，那個碎片很多哦，輪胎會刺到。同款嘛是進退兩難的機車騎士，看準備要捌過的航空巴士是真無奈。事發在昨下晡4點外，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，這是台北市重要的南北通勤路段。平常時車流真大，在咧基隆路汽機車的入口有一個限2公尺懸防止弄到的管，會提醒中小型的巴士、大型客車，或者是加裝車頂架壓的車輛該行地面的車道。若無硬要過，除了車的毀損，更有可能互開單。新進駕駛的部分，它因為不熟悉路況，跟着導航行駛的部分，那誤入到基隆路地下道的部分，這樣。如果說有涉及到車損的部分，這個可能會再看車商那邊跟駕駛談論的一個狀況。當時駕駛無接到任務，準備登去公司，車頂無載人客，不過這一輛車頂嚴重毀損。有網友講袂輸是現頂車，有人感嘆唔知管的人是啥物感想，愛心防糟蹋啊。警方事後調監視器通知駕駛到案說明，若磅空的部分新港厝嘛會勘查敢有受損，查清來糾正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